介绍一下我们的朋友郑黑宇。那住在这里多久了？住在这边3年了。他退休之后就来了。对啊，好吃的。所以他决定了，他要变成一个农夫啊。这不像农夫弄的。对，可是这你你开始种菜的生涯之后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跟之前养鸡，然后跟之前有没有什么差别？跟之前上班的时候，你觉得差别是什么？差异是什么？很轻松，对，很悠闲的，所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对啊。嘿，所以退休之后种菜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，享受生活，对。可以去拔一下草莓，有几棵草。草莓那边还有呢，这样子比较高。对，比较高。所以我们在东绍他的家。今天是过年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好吃的鸡。给他的鸡。对。所以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他的鸡。他的菜也很漂亮呢。是。这是他的家。小木屋。小木屋。这个地方很舒服啊。对，这种安静的。已经听到那个鹅的声音。对。很干净。来看啊，这样看。今天是哪一种的鸡？介绍一下，振宇介绍一下，今天是吃什么鸡呢？这只，就是它。这个是什么鸡？是这个印尼黑鸡跟土鸡生的。这个是2个印尼黑鸡加土鸡这样。出来了。里面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鸡？那是猪鸡啊。你有看到里面那个？这个鸡啊，怎么亏了看？奇怪，帮我们自己生的吗？哪一个？这样被马哥抓了。那个，对啊，这是生的。怎么生这奇怪了？对啊，这个鸡叫什么鸡？不是这只啊，这只是芦花鸡啊。芦花鸡。不是生的，不是生的。你要生什么？长这么不一样？那只是乌骨鸡。一只，这只乌龟几岁了？4岁。哈？才4岁吗？4、5岁，可能4岁到5岁之间吧。它4、5岁就已经长了这么大，它还会在体积还会再长大吗？应该还会哦。它是无限生长的。没有啦。不会啦，它不会。最大就70到90公分吧。70到90什么公斤？公分。长啊。这个鸭也开始在生蛋了。你有看到刚刚这边有它的鸭蛋？不知道能不能孵就是这个啊，有2颗，你看，这有2颗。这是鸭蛋。对，这是这个番鸭的蛋。这个的蛋这个的蛋。弄破，我刚丢而已。那是这个自动喂食。自己喂，时间到了它就会掉下来，而且这个根本就不够。这些如果要喂的话，就是自动的话，就是一2天就没了。没办法撑5天，所以还要用那个大包的吊。这么会吃哦？很会吃哦。所以你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现在振宇，你这样放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？有的短腿的爬不上来。有的短腿的像鹅卵比，它就爬不上来。
那个什么，你剩后面去啊。哇，好大颗！这颗高丽菜好大颗。然后你把那个，对啊，那不是往那个装。就你把它放下去啊，哦，这边的菜也很成功嘛。你看它那个高丽菜，哇，这个是那么大，好了，你煮了。可以吃啊。对啊，等一下。真鱼的它的菜园好大，对，而且这边的那个气候好像还不错。很不错，所以都长得很漂亮。对啊，那个都没有撒农药，你看。这个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我可以把它吃这样子吗？可以，可是要稍微吹一下。你看那个是有灰鸟帮忙吃的。有，我刚刚看到那个被吃掉的你。看这个，哎个，我吃吗？稍微擦一下。没关系。啊，开心好吃。现在我们要去那只鸡，啊！我们的午餐，我们的午餐。 OK， 这这个很怕人哦，这个很怕人。这个吗？对。抓到了。很怕人。很怕。OK， 这个养多久了才可以吃啊？养4、5个月。4、5个月。OK。哦，那么漂亮。你看，哦，这只好肥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。鸡已经处理好了，鸡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要穿烫。 ？OK，要所以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水姜，跟那个姜，这个姜已经在里如果面了。有这个葱放进去，葱放进去，然后放我们的鸡，你看这个鸡的皮是咖啡色的，嗯，嘿嘿，因为它是一个混合的。对，你看，我上去拿一点盐。OK， 然后去加一点盐啊。OK， 好了，盐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让再一个所以你要让它很咸就对了。有咸味就可以。我们现在要等多久的时间呢？差不多等个半个小时吧。煮半个小时。OK， 好。现在你们在做什么打柴火。啊？做什么用要的？烤鸡啊。啊哎，烤 OK 鸡。叫他干嘛就干嘛。哎。
这个糖，用小火给它煮一下。哒哒，哇，很滚且漂亮。你的鸡。所以现在要干嘛？哎，现在要干嘛？锅子先把它铺起，然后再放糖。这里放糖，红糖呢？红糖，糖，乳可乐，然后再放石头，这样子。再把鸡放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要这个鸡带到那边，这个鸡已经熟了。烟熏 OK， 已经熟了。也是这么做，这样子，而且很香。这个锅子的里面哦，tak，哎，都没走了。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OK，要不要在这里？火已经很大。好了，好， OK， 我们的烤鸡。高丽菜，哇，漂亮，给我弄，对，是我的荣幸。漂亮，哎，真羡慕，哦，漂亮。嗯，嘿，嘿咻哎呀， ，Yes，这个不可以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哦，已经在那边等了。哎，哦，强了强了。不会，哪有什么？哦，火好大，差不多可以上去吃了吧？好，可以上去吃了吧？我等一下再炒个青菜，青菜好像还没炒。 పరదాలి తీయక పరుపే దిగనీయక అవళింపాయింతగా నేలా కడవల్లో తవ్వాలు సడి తీస్తున్న వినత గడపల్లో కిరణాలు లీలిమ్మన్న కదల 我再炒个青菜，马上就可以。它里面都已经是烟了，对，不可以开，这是不可以开，对不对？不要开了，不可以 OK 开，就是那个味道都是会是进入那个肉里面。是成功。好了，我们的鸡应该已经好了。已经好了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那火也熄了，嘿，哎，很均匀呢，那个糖的味道，糖的味道。焦糖的味道。对，拿起来。对，可以碰吗？可以。哦，耶！你看那焦糖在里面了。啊，切，嗯，对了。就是这个效果。哦，好，拿上去刚好做一个。好，赶快吃。开吃。等一下我们喝下午茶的时候再把它打开。好，看起来很不错。对。这个丰富的全部都被他熟林熟林准备的，谢谢熟所林。以我们要在这里拍手。好，谢谢。你不用拍手，因为谢谢熟林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来，一起。
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哦，手上来要不要？地有地哎呦，我去发好。我買咗咩？擺塊咁嘅高茶，擺塊咁嘅高茶條料啊，可以噶啦，攞就俾你做噶啦。还算嫩呢。哎，看看有没有？我買咗。来，可以再拍点另外一只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有熟，公雞。公鸡啊！好好好，来坐，对，坐近一点，坐近一点。这样子比较好。 1、2、3。小屁股好像好硬啊！好，因為很老哎。 OK， చంకేలా జాగేలా సంకోచాల జవ్వని బింకాలు బిరియాలు ఆ నల్లనయ్య చేత చిక్కి పిల్లన గ్రోవై ప్రియమారా చిరుగాలి నిను మేలు కొలుపు సంబరాన గోపికమ్మ చాలునులే మాని నిదరా గోపిక